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真侪民众拢会利用社区的空地来种菜，不过可能因为工具或者是环境无整理好势，真容易滋生病媒网，造成田高热。所以台南市田高热防治中心特别举办高风险农行的田高热防治示范观摩，希望将台南市的经验提供给各县市来做参考。近年来，因为城市农园的流行，互民众伫放假休困的时间，会当借由做田来放松。但是因为种植蔬菜需要压水，菜园内底可能会堆积各种农用的器材，或者是压水的容器，真容易就造成积水，引发病媒网滋生。台南市中西区西湖里的桃园农园，因为规划完善，设有自来水公路，方便里民灌溉，减少用气使用，是相对嘛会减少滋生病媒网的状况。创新的做法，嘛互特别南下时代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印象相当深刻。看过去哈，就是积水容器啦，各方面环境的维护都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示范的区域，所以今天疾管署特别邀请了我们相关南区各个地方政府一起来做一个观摩，希望把台南的经验能够在南区能够拓展开来，大家及时做防疫。陪同时在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网仔顶人无咧分哪力，呼吁民众爱提悬防疫观念，防堵疫情的发生。我们只要盯蓝的或盯绿的或盯红的人，我其实坦白讲，也不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能决定呢是自己做好准备，把一些滋生源把它清除掉，把一些积水容器把它清除掉。巡道清刷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把它做好，这是最实在的。最近方面持续报道，落雨了啊，容易积水。台南市政府嘛呼吁民众一定要加强巡道清刷的动作，并清除积水，避免滋生病媒网，做伙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进一步将台南销解予日本，台南市政府收集所有甲台南相关的日本册，并且赠箱，将要送到日本21个城市、31个图书馆去做展示。除了互相交流分享，嘛希望稳定台南甲日本的友谊。启动记者会中，市长吴伟贴代表台南市将缀满在地故事甲文化的册籍，以及各种文化创意伴手礼台南友谊箱，送予代表日本的代理交流协会所长，向前双方的友谊更进一步。现在的交流方式是多元而广泛的，但是我们最早的这个书本，借着书本借着一些读物还有一些文创产品所做的这个 friendship box， 我觉得也是相当真切的。那非常高兴，我们台南市有21个友谊城市以及姐妹市能够开创彼此城市之间深一层的这个交流以及友谊的建立。那我相信未来持续深化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伫所图书当中，有一本新册是新兼台南甲日本事务咨询顾问阿部正行甲安平区公所所合作出版的，记录以公务人员的身份，伫台南市政府6档外来生活。这本日本册同款嘛要整理箱仔内背到日本替台南宣传。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台南，他们只有知道台北。可是我想一直想介绍台南，还有台湾的起源的安平，所以我们水上町跟安平是感觉很像。还有这本书的特色，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的读者嘛，那个对象是日本的地方公务员。先让地方公务员知道的话，比较容易推动，比较容易曝光台南安平。安平也是台湾历史的发源地，那我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大家都说要在地化，要国际化，越在地就越国际。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一本书来介绍，也可以让人家看到安平不一样的，不是只是在地，而且是更国际的。
到时总共有30个箱仔，将前往日本21个城市、31个图书馆展出。展览过后，卖进入因的图书馆收藏，成为台湾甲日本之间友好稳定的平台。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挂伫台南孔庙大圣殿，由当时道光皇帝所赐的匾仔圣协时钟，为了争取文化部指定为重要国宝，所以伫日前用仪器做检测，结果意外发现匾仔下面阁有创字，成为台南重要的文史新发现。这8面清朝皇帝所赐的匾仔，去年配合孔庙古迹修复，目前正伫大成宫文物馆难得甲市民面对面。其中采伫大圣殿已经200吨的圣协时钟，最近伫现代化仪器的检测以后，竟然发现匾仔下面也阁有一面匾仔。经过2天186张的电光，证实这面匾仔就是天恒宝座4字。文化局正式对外公布这重大发现。那因为伊是一般的古物，伊必须要登入国宝、国宝或重要古物之前，伊必须要科学的分析。所以第一期的计划，我甲照即地，照安尼尔。因为计划是有限，无可能照逐地，照即地啊86张 X 光去斗起来。所以我当时甲照即地，照一半，结果发现天。所以我就是哇天，奇怪，一般我做了匾额，做了10几年，我从来没有遇过匾中有匾。这皇帝所赐的匾仔，竟然是用旧匾仔所定做。教授对材料研究的角度来讲，确实真罕见。文化局长嘛认为，在过去恐惊是爱抬头。已经隐秘了200多年的一件事情，那透过科学的鉴定被了解哦。那早期在所谓的皇帝赐匾给孔庙，都是由中央把字写好，然后提供给地方官。那地方官再找工艺家把它做成玉匾，然后再挂到孔庙上面去哦。那如果说是拿旧匾来作为皇帝赠给的玉匾，我想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大不敬哦，可能有欺君之嫌，要杀头的哦。那但是到的200年后，我们目前透过科学的方式把它鉴定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到底是朝廷有意之是再利用，或者是因为皇帝匾仔比一般的匾仔规格较大，所在无容易找，才用旧匾仔定做。一切拢爱靠文史学者来调查研究。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同情儿童关怀协会上个由理事长蔡雅辉带领，分别拜会市府甲议会，因除了诉求教育零拒绝，袂当因为无法度照顾而拒绝囡仔读幼儿园以外，也希望催生南部儿童病院来照顾同情儿童的医疗需求。在台南市同情儿童关怀协会理事长蔡雅慧的带领，包括这位协会干部甲同情儿童的家长，拢共同出席议会这场记者会。会中主要探讨同情儿童的就学甲就医的问题。虽然12年国教有专属的心脏学校，不过在学龄前的教育，侪同情儿童的家长时常要面对无幼儿园通读，加上同情儿童就医的部分。因为无专属的儿童病院，一就医时常受到感染，因此嘛提出催生儿童病院的诉求。因为我们现在中正儿呢，在他有重大伤病，可是他没有残障手册，可是在幼儿园要报名的时候会遭到拒绝，因为校方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照料我们这些重症孩子，常常会有一些可能发烧的状况还是什么到医院去住院。那讲真的，我们的这种孩子，我们没有任何保险，那我们只是一个单亲家庭，我们真的讲真的金额有限，我只能住健保房。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抵抗力比较弱，那我们常常就会被感染。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那为什么6都里面都有儿童医院，为什么台南没有？我们真的很需要。现场出席的议员无分哪里，一方面除了要求教育局教育零拒绝以外，另外伫就医的部分嘛，希望卫生局会用加强甲医疗院所的沟通，尽量避免同情儿童就医感染的问题。市政府改前的能不能做得到？如果这个重症儿童的专属学校，是不是可以尝试看看？
哦，种因遮人，因为老实讲，有的这儿童，我伫教学都10几档嘛，哦，有的学校可能会不大愿意了，哦，我讲实在话，是不是我们台南市可以做一个全国一个典范，来重症儿童的专属学校，把幼儿园、国中，基本上其实我们可以想办法怎么样去把这个急重症的身心障碍学生应该要纳入长照，对不对？哈，那这个政府既然编列这么多的经费，那长照2.0版，那其实我们从里面把这个身心障碍急重症的这个学生纳入长照，其实是做得到的。对此，市府教育局表示，虽然学龄前的教育并无伫12年的国教当中，不过目前公立幼儿园的收托办法已经有将特教生来列为优先，未来将加强公立幼儿园的宣导。至于同情儿童，因为有一寡无法度取得新奖笔，因此无伫咧登记借户的范围。基本上，登记借户是无年龄的限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要跟着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市府配合台南国际双影节，正世界走总做行销。下晡，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南科，结合各地农会甲在地青年农民做伙推荐。市长表示，讲互白，就是看准南科真悬的消费能力。伫强调在地头家照顾在地农民的行销记者会中，市长甲农业局等侪民意代表，除了大力推荐大出的爱文等宣言以外，包括台南各区农会甲在地青农因家己自产自销的农产伴手礼，嘛拢借机会展示。会中市长黄伟哲表示，会选定南科来出销，正是看准科技新贵的高消费力。为什么要选择在南科？因为我们知道在南科的消费力真的不容小觑。你去台北行销，去东京行销，这个人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南科这么大的一个社区，这么多的消费人口，不在南科办行销介绍会、推广会，要去哪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很谢谢农业局很谢谢南科管理局能够举办这样子好的一个合作。因为园区当中，侪科技大厂拢热情推荐，甚至主动落订单。毛市长借机会予以颁发感谢状。会中嘛发表利用南华果农所做的酸亚品盘，伫全台湾超过5400间的超商拢会当品尝，也请市民好康到小报。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有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共同发起长期帮助弱势儿童的营养午餐计划，已经进入第4档。伫民间团体甲善心民众的赞助之下，今年关怀南区甲安平区的各中小，总共160位学生。暑假就要来临，为了帮助弱势学生，暑假期间嘛用有营养午餐通食。有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共同发起的中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下午伫教育局主任秘书蒋明娟的见证下，包括侪民间社团甲善心民众的支持下，共同捐赠予南区甲安平区的各中小，总共160位的学生受惠。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由我们主办单位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发起这个就是营养午餐呐。
那我们这个营养午餐到现在，我们第5年进入第5年了，已经进入第5年了。那除了我们这些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之外，我们在南区跟安平区的这个点我们总共有4个点，发放营养午餐。因为我们的成员大家都是妈妈，但是大家觉得说，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呢，在寒假跟暑假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用餐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个中断。那大家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理监事一致非常的认同推出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呢都有一个热腾腾的一个午餐，然后大家吃得饱饱的。所以说，刚刚我们的美燕议员呢，他也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他带头就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传递就这样子的大家就来一起响应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午餐，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关键单位包括康黄金慈善爱心会、英美赛主会、社福慈善协会、东滨爱心会等侪民间社团。另外，爱心单位更加增设每一位学童一个水壶，希望会用用爱心来传送幸福加福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全台总共有10间店的百货连锁业者，为6月底到7月中旬期间推出一系列的好康回馈。除了每档拢有的买清送百、甲信用卡特别回馈以外，佮推出消费满额地当抽汽车的大好康。百货年中庆开打，业者为6月25号到7月21号期间推出服装满5000送500。专管消费搭配指定信用卡满5000，佮加送200好康。另外，经大手笔准备2台汽车，提供予消费者满额抽奖，要来刺激买气。今年远东百货年中庆，尤其在台南大圆百我们提出的非常超级的优惠，所以我们称之为今年为超级年中庆。那我们除了有百货服饰5000送500之外，那在7月9号之前，我们服饰部门8000再送200。而且我们有个低门槛的，就是只要2000块就能够抽汽车。我们全省总共会抽出2台的汽车。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大家店还有1万送1000，那我们今年的优惠真的是比往年更强。另外，伫大门口嘛会当看到这台超大型的弹珠台，提供予民众消费耍游戏。好运的话，阁有机会会当抽到英国来回机票1张。百货业者欢迎大家做伙来试手气。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代人烦恼真多，造成一寡人有困眠障碍的困扰。中华民国癌友新生命协会就举办专题演讲，来分享身心健康的资讯，教导参加的民众练习旋转功，来改善困眠的品质。癌友新生命协会22号伫台南市文化中心举办启动身心灵密码，找回困眠好品质的专题演讲。协会创办人王凯指出，其实不只是癌友需要好的困眠品质，一般的民众嘛同款需要，因为只有困了好，身体才会健康。第一个，他需要的就是把你的整个脊椎要拉直，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自律神经，是因为你的脊椎全部都压住了。所以当你把整个脊椎拉直的时候呢，它其实整个生命它就会一个属于直的状态。第二个要慢。因为我们生活就是过快，所以过快才会睡不好嘛。所以它慢的时候，就慢慢的把这样子脊椎一节一节一节的拉开。那因为你自己拉开，所以你的脊椎跟你自己会有感觉的，你自己会有感觉，因为别人在帮你拉的时候，他不会感觉你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慢慢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才常说鞠躬。其实鞠躬的意思真的很有意义，因为它到最后这边要成为一个弓形，而且鞠躬最重要是要从那个肚子的地方往内收。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弯腰的时候，不是弯腰是弯屁股。所以它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弯腰成为弓，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脊椎会变得非常的强硬。为什么变得非常强硬？因为它们的连接会非常的开，而且强而有力。当你强而有力的时候，你这两边的神经它就会整个不会被压迫，就会完全展开它的功能。
协会举办专题演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如何让家己会当有好的睡眠品质。王凯另外指出，家己长期陪伴 IU， 深深了解 IU 心理甲身体的状况，提供协助以及陪伴 IU， 以及家属度过身心困境，嘛希望透过演讲，让民众找回好的睡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